行政院伫咧明年要换新的数位身份证，本地选定新北市片湖甲新竹市要来试办，不过新北市甲片湖有记录，后来是宣布讲，敢若先由新竹市来试办。即马在地机关也提出无共款的意见，认为可能有资讯安全的问题。新北市特别在明年1月，升做全台湾第一个开办换新款身份证的县市，民众在网络顶悬也是临柜拢通好办。暗过有新竹市议员表示，唔那真济各企业背景的市民烦恼，各自安全的问题，一般民众也有疑虑。我对于这个数位身份证其实是有疑虑的，因为我平常实在接到太多那种无微不微的那种骚扰电话，如果再加上这种新式身份证，我觉得我的电话会接不完。现在因为我对新式身份证的一些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应该是还不会去办。多数议员认为因为还没有办法很确认这个 EID 是不是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大家觉得说我们不要当白老鼠。那同时也呼吁我们中央级的内政部应该针对这个 EID 做研议跟检视，确认它真的很治安。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不会担心。针对民众上烦恼的治安问题，新竹市长指出，未来先采取自愿申请制度，是否后续来参民众沟通，确保新款身份证会当顺利上路。那这个部分我也特别责成我们民政处跟内政部有做充分更多的一个沟通，尤其是治安的部分，会加强严格的来做一个把关的动作明年1月开始，内政部会统一建立机器，新款身份证未甲健保卡整合，以你也则是您的小区域方式开始换发，按算2023年底换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